呢個太陽能供電嘅防水戶外 Pentel camera 系統嘅，咁啊可以插4支 SIM 卡同埋 SD 卡錄影嘅。咁值得提一提就係佢有個叫做 AOV 功能，咁佢就可以將嗰個功耗咧盡量壓低，咁啊可以如果喺陰天環境下咧都可以長時間工作嘅。咁呢邊咧就用一部手機啦，就經過4G啦，就將個信號輸出出嚟嘅而家。咁啊可以 Pentel 啦，咁啊而家試個 Pentel 嗰個動作，又撳咗之後，你見到支 cam 咧係轉緊嘅，因為我而家冇掛到上去嗰個牆身啦，咁而家佢係轉緊嘅，咁啊上下咧畫面，咁都流暢嘅。我撳至到佢工作喐咧，都係講緊1秒半秒就會喐噶啦。咁同埋有個功能咧，佢係其實可以咧支援睇到其他 cam 咧冇呢個功能嘅，就有聲啦，同埋可以支援到嗰個電池嘅數據，有個資訊，咁可以喺呢度咧睇到嗰個電池數據。呢個畫面電池數據，咁就大大減低咗嗰個麻煩啦，因為都唔知佢有冇電呢個問題出現。咁喺呢度咧可以check到佢個電池咧嗰個狀態係點樣。咁個 Apps 入邊就正常 Apps 啦。咁如果你想用翻一個錄影機嚟錄影咧，就可以用翻錄影機個 Apps 去睇咯。咁同埋可以聽到現場嘅聲，現場聲可以聽得到，有咪。